人家講日期法，小小勝利，養過你做工，係冇啦？嗱，小勝利是個當晒嘅，養過是一個人殺工人，一個簽人數15、16節按樣人講到，好養是個得到一啲嘅利息，阿沙要遵從上帝，上帝咪個通才，是個喺度都唔係要擔心，是個小傳一啲。即刻唔係要擔心，係咪啊？使用人講到小小勝利，養個個人做工，阿薩中切傳嚟嘅，即刻唔係要擔心，ဆက်到出沙回嚟啲，即刻唔係要煩惱，出沙回嚟啲。簽人數15、17節咁樣講到，好讓一啲菜一盤菜，阿薩要愛家庭度，要平安家庭度，養個你一作。拜澎湃，但係冇平安，在家庭度食飯食家食下飽，冇咪要打發，在家冇就聯絡好嘅溝通，係講要好好嘅溝通，要好好嘅平安在家庭度，食家兄弟姊妹要和平，養個你講一啲菜係咪啊？因為到養個你發展，但係家唔重視。傳嚟嘅女，家安唔忙係咪啊？唔重視傳嚟嘅女，自家識到都冇安樂，要擔心，要煩惱，要受，心中唔平。先健康，小小勝利，養個個人做工，阿薩重視，自家要和平，要快樂，要平安，就養個你，話熱切嘅富翁，但係唔重視嘅富翁度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